大家好，我係陳美圖，今日咧就想講下黃易嘅《福雨翻雲》裏面嘅愛情故事啊，有江湖十大美女噶。武俠小說入面，如果有高手排行榜，多數係用嚟打破嘅；如果有美女排行榜，就梗係俾男主角一個個征服噶啦。《福雨翻雲》就行三男主角線，不過最重要嘅都係韓拍，唔係計武功噶，而係計佢得手嘅靚女數量。計愛情線嘅話，我就覺得《福雨翻雲》係好過《尋秦記》噶。喺《尋秦記》入面，靚女只係戰利品啫，而《福雨翻雲》嘅愛情就真係同成敗有關啦。例如男主角韓柏啊，點解會得到慈航正齋嘅仙子秦夢瑤呢？就係秦夢瑤想借佢嚟練功，連心靈帶肉體一齊消費，練完就走，留低一句可能我哋以後仲會再見面呢，擺明趙元松啦。不過靚女趙元松，大家甘心蝕底俾佢，咪唔覺得佢衰咯。秦夢瑤仲有個師姐叫靳冰雲，佢嘅經歷就相當慘啦。先俾師傅送俾摩斯旁班，中意咗旁班之後，旁班又將佢嫁俾風行烈，方便自己練功。於是靳冰雲就非常糾結地欺騙呢隻深愛自己嘅觀音兵。我啊覺得黃易設計呢個角色，可能係因為慈航正齋實在利用得太多人啦，恃住自己靚女就蝦啲觀音兵，係時候都要等佢哋俾男神利用翻，解下心頭之恨啦。不過靳冰雲有幾矛盾都好啦，最後傷得最深嗰個都係風行烈，冇計啦，佢喺食物鏈最底層啊嘛。我哋可以總結出，同慈航正齋發生嘅任何感情都係冇好結果噶。呢間公司擺明係販賣感情噶啦。而最精彩嗰段感情線呢，我就覺得係迎散花啦，出名放蕩，但係講到最後，原來迎散花一直都係處女，有個靚女替身幫佢搞一夜情，搞到咁複雜，就係為咗引誘燕王發生關係去落蠱毒。呢個蠱毒只有處女先落到嘅，燕王就以為你咁放蕩一定唔係處女，放心去馬啦，就中咗招啦。完全係賭神玉戒指嘅設定啊！之前做嘅所有嘢，只係為咗算計你一次。可惜韓柏又解到蠱毒，成病都醫得返。所以話呢，所有嘅陰謀詭計喺絕對實力面前都係冇用㗎。